姐姐，你去旁边拿啦。旁边。Test 1 2 Test 1 2 Test 1 2。信息274首，今日是主设立罪行。今日是主设立罪行，我着遵守来的安宁。我心内有我，互我更明。今日求主主无顾忌，他也因有求人出世，求主的名，互我的心脱离罪恶。我小你，煞只158首。我有几号朋友？我有几号朋友，耶稣惜我。以为互我的求，耶稣惜我，世间快乐紧退，朋友交对快碎，地主的无后悔，耶稣惜我。第二站。爱的我心内。耶稣惜我，对你的无限爱，耶稣惜我，我求主的心，为你情意真心，他也对你看你，耶稣惜我。388首。因根归圣父上帝。因根归圣父上帝，因根信仰信心三位一体，早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亲爱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组织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俄罗伊。今仔是2025年的第一主日，又搁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上帝就是疼，所以咱来彼此相疼，
伫厅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咱甲边的人讲，好喜欢与你在一起敬拜神。好喜欢与你一起敬拜神。咱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咱大声了俄罗主，请兄弟起立做伙来敬拜。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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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爱。哈利路亚！好喜欢跟你在一起，这里有爱。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大家阿们吗？阿们。新的事就要成就，有新的恩典，有新的盼望。我们一起歌颂我们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掌。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
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向神欢呼，我们要向神唱新歌，因为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阿们。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引带咱的脚步，亲像顶照咱人生的路途。不管头前的路有偌济挑战甲艰苦，我靠主的恩典，咱就茫行人生的道路。有主甲咱相同行，咱就免惊吓。新的一年，咱犹原要用喜乐的心来跟对主。听者你有这个决心无？阿好，咱用感恩的心来吟这条诗歌。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地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多大，无论雨有多大，阮一心决心要跟伊行。伊会听阮放在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来话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求主感恩的歌声。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地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多大，无论雨有多大，阮一心决心要跟伊行。伊会听阮放在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来话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
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主赐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你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基督耶稣来作伴，为主赐感恩的歌声，为主赐感恩的歌声。听我来宝贝上帝，愿感谢你。过去的一年有你的锻炼甲保守，互阮伫万项事拢得到你丰盛的恩典甲祝福。阮相信伫2025年的开始，你对阮有美好的计划甲引带，恳求信心来引带阮，互阮同心合意，跟地主的脚步，按所查标来跑走。第四个一年，阮的教会要有新的意向甲新的方向，要成做充满疼甲影响力的教会。阮将教会逐项的事工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特别是阮拼搏的事工，相信主会锻炼阮，找到合主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主啊，你想事找求你的人，我要靠主的名来宣告，2025年是充满主的祝福甲恩典的年。阮大心献上感谢，我们挖靠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活出主的疼来荣耀主你的名。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阿门。将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主。阿门。阿门。我要专心感谢你，伫遮的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了你。我要按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了你的名，因为你予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
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即时来吟圣诗，来学到上帝，请咱来吟新圣诗274首。新圣诗274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今日是主设立最圣。请大家同心参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你拢眷顾赐福气予阮。感谢主，你用云顶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你伫阮的卑微生命当中，互阮的生命真侪丰盛。主，阮感谢学到你无煞。今仔日是2025年第1个主日，也就是主你所设立的圣日。阮伫遮要欢喜来迎接新的一年，也要欢喜来迎接光明活命的日子。当阮放下阮的劳苦重担来朝见你。求圣神大大来充满阮，也将平安喜乐来充满阮，也求主来更新阮的心思意念，遵趁主的假时来行，来活出主你的款式。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旧的代志拢过去，胆拢变成最新的。主。恳求主你继续用着你丰盛的怜悯、甲恩典、甲慈爱来充满阮，互阮有新的愿望、新的领受。恳求主你继续来引带阮罗州教会，亲自来掌管伫阮罗州教会，想使阮有智慧甲能力，伫教会当中来服侍，互阮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互阮按所插的标来跑走，主，阮就将阮罗州教会的欠缺，以及阮正兄弟姊妹的欠缺，拢来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主来补足阮所有的欠缺。主啊，愿你继续来扶持阮，来引带阮未来的路。主，阮需要你的怜悯，阮日日拢需要主你的同在。主啊，愿你继续紧紧来为阮的陪伴，合伫主你心意的良目来牧养阮遮羊群。主啊，阮需要较无你圣神同在，需要你的引带带领。恳求主你帮助阮罗州教会会当同心合意，彼此相听，彼此服侍，
也宣扬主的福音来荣光主的圣尊名。祝愿当时嘛的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是上届的启应，启应文54，启应文54，就是马太福音书第5章，伫圣诗后面的1097页。我来请兄弟姊妹来引，心灵善察的人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人民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阿门。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新的改变，新的改变。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
请咱即时起立，咱来读上帝的十条诫。上帝的十条诫来请第一诫，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四诫，要记即安息日守以做圣；第五诫，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行奸淫；第八诫，毋通偷摕；第九诫，毋通做对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诫，毋通贪心。请坐。只是请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新约路加福音书第5章。新约路加福音书第5章，咱今仔日要对第1节看到第7节。第1节到第7节，大家看，我来读。当众人围开伊，咧听上帝的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基利撒的湖边，看见2只船伫湖边，讨戏的人离开船伫洗网，其中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里，教示众人。第4节，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通暝钓无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侪，网到尾里，就会把只船的东畔来到3工，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要沉落去。以上。这是咱咧邀请熊长旺牧师啊，熊长旺牧师捌来过咱的罗州教会2摆啊，今仔日来徛讲台要为咱证道。今仔日熊牧师所要讲道的主题是在水深之处，在水深之处，请咱大家仔细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拄则咱的师傅有介绍我捌来咱教会遮吼，特别伫3年前来遮请安报告，搁咱150周年的时阵吼，我嘛有伫遮来参加咱的即个庆典吼，咱的礼拜，搁伫即个咱教会嘛捌去学校吼，去遐举行野外礼拜吼，搁来。去年5月25吼，咱的圣歌队然后到伫学校参加咱的即个圣歌队的观摩吼，有真好的交流，真好的领受吼，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到伫咱中间，甲咱最近来做礼拜。我嘛看到咱的即个圣餐岛吼，咱这是一个字吼，羊羔的羔，甲咱的即个学校。迄个讲台顶面的迄个圣餐岛其实是同款的形体吼，所以看起来感觉真亲切吼，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咱的中间来敬拜上帝，咱要来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一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伫你圣的主日，阮会当受你的引带来到伫你的圣殿，阮做阵。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福气，也求你开阮的目睭，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会当真侪阮属灵的画面的食面，也会当提醒阮，伫阮的行为会当真侪你所欢喜的囝儿。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拄则所读这段圣经节，咱拢知，这是主耶稣甲伊的学生。伫遐熟悉，然后甲因呼召的经过。其实主耶稣伫遮进前已经有伫即个伊的故乡
迄块犁啊四周围已经有做真侪工作，就是传福音，就是医病，就是赶鬼，所以嘛小可有一寡名声。所以当即个时阵有真侪人要来就近耶稣，检采要听伊讲道理，检采要希望伊会当来替因做一寡代志，就是医病赶鬼，才会满足因的需要。但是因为人真多，伊迄个所在是伫加利利海的边啊，其实是一个湖检采耶稣迄个时阵嘛是有感动要甲因讲话，但是若是照迄个地势耶稣伊就退到伫即个湖边，像一只船迄只船拄啊好是西门彼得的船其实这伫即个广播学音响学顶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即个耶稣第一，伊若要甲真侪人讲话，伊爱甲遮个人群有小可距离，较袂讲伊的声碰到头前的人就弹转来，后壁的人就听无。这咱会当小可想象迄个情景搁来伫湖面是较低的所在，因正人徛也是这所在是伫较悬的所在即个平湖人伊拢讲是山啦其实就是陆地较悬的所在所以若是拄啊好有风对湖面吹位顶悬所以后壁足远的人嘛听有所以迄个时阵无即卖即个音广播设备但是耶稣迄个时阵，伊会当互5000人食饱，表示讲可能有成千成万的人拢听会到伊所讲的话这就是运用当时的即个地形搁迄个时阵的方向所以会当互真侪人听有所以耶稣伊当然真聪明，伊知影讲安尼伊会当伫即个湖面第一正人袂甲伊距离伤近然后伊所讲的话嘛会当传到伫真远迄个所在这就是耶稣是安怎要坐伫船顶，甲众人讲话即款的原因。当伊讲了，伊就甲彼得讲，拍网，将船开出去，拍网去掠鱼。耶稣讲的这是一个无容易的一个命令，安怎讲？第一，耶稣伊毋是掠鱼的人，伊竟然叫遮掠鱼的人。即嘛去掠鱼，但是彼得伊嘛是真趣味啦伊先小可咬念一个啦讲阮规暝已经掠鱼就掠无第一因真忝因即嘛要休困其实因迄个时阵已经伫边仔伫遐伫洗网，伫整理因的渔网我伫平湖3年因遮的人，若是去掠鱼，回来了后，你也知影迄个渔网一定有真侪遮的有诶无诶物件，毋是干那鱼，鱼当然就掠起来就整理了，就摕去卖。但是渔网顶面一定会卡着一寡有诶无诶，是讲水草也是讲粪扫甚至渔网诶破，你爱去补。所以彼得就是伫迄个时阵咧整理渔网诶时阵，船伫遐耶稣。甲众人讲话讲了，即马佫要叫彼得因佫一遍佫出去拍网掠鱼佫毋是伫边仔啦，定是佫到伫水深的中央就是迄个加利利海迄个湖的中央毋是真近的所在所以对伊来讲，伊是一个挑战伊要接受耶稣讲的话，毋是遐尼容易的代志。一般人可能就拒绝啦，讲我要倒来休困我真忝你嘛毋是掠鱼的人你虽然你是先生无毋对啦但是我今仔日我做牧师要叫你讲你安怎伫你的专业顶面发挥，可能嘛无遐容易无遐尼简单所以，但是彼得伊有无共款的所在这检采嘛是耶稣要竞选伊的原因耶稣嘛是甲伊一个考验看伊是毋是有信心要接受耶稣基督所讲的遮个最后咱知因着照耶稣讲的，就开船出去，就拍网，就掠了真侪鱼。其实这个过程咱看起来好亲像是真容易，其实是真困难，因为一开始要叫彼得因会当照耶稣讲的，就无遐容易。所以咱会当来看当因要照耶稣讲的话安尼去做的时阵，其实因会面对几项的挑战。头一项就是因的专业的
灾难因为咱讲这彼得因是掠鱼的人咱知古早的行业拢是一直传落来老爸传予囝，囝佫传予孙一直传落来世代传落来所以因的即个家私工具嘛是拢传落来包括因的财物这彼得因是伫即个咱讲加利利海生活几啊世代的人所以因一定有因专业的财物咱小可来了解即个加利利海咱讲的加利利海伫啥物所在我知影咱中间有人有去过以色列然后去过检测你对迄个地形就搁较熟悉加利利海是伫即摆以色列的北边即个若是你看伊的一寡数字伊的周围是53公里，差不多即马咱台北到要到中立去安尼踅一日若是长21公里台北差不多可能到新竹到桃园啦桃园迄个跨13公里这面积166公里咱看即个日月潭伊的面积才干那8公里尔用日月潭咱拢去过日月潭嘛日月潭已经真大对无？即个加利利海已经是日月潭的20倍真大所以因会讲是加利利海虽然伊是一个湖，但是即个湖真大，所以讲做加利利海当然伊上深的所在是27公尺这咱若是知影水压你若是你人无法度到遐尼深的所在无法度钻到遐深的所在因为迄个水压真大会甲人拄死所以这就是因伫遐的环境这彼得伊嘛知影讲要安怎掠鱼检测伊嘛知影讲水真深的所在无鱼安怎讲因为咱知水真深水鱼拢较爱伫迄款有礁石的所在也是讲伊感觉安全的所在也是讲有食物比如讲搁较细只的鱼也是讲迄个浮游生物的所在所以咱讲即个水清就无鱼所以你若要掠鱼爱浑水摸鱼所以你若是到伫水真深迄个所在无一定有鱼检测反倒等是无鱼因为鱼可能会去较水较浅较有通好食的所在这就是用因专业的财物来看检测迄个所在无鱼若无鱼走就去遐掠过来若是照着因以往的经验我伫平湖的时阵因遐掠鱼的人拢有因固定的渔场这渔场可能嘛是世代所留落伊嘛有一种默契啦因袂互相伫共一个渔场无共家的人伫遐咧掠鱼安尼可能较会冤家也是讲因讲因网会相加相破会连做伙颠倒危险所以照因即个世代甚至即个彼得细汉也是讲以前嘛检测嘛捌伫遐掠鱼伊若伫遐掠有鱼伊走就伫遐掠伊袂讲规暝伫遐拢掠无所以因无去遐掠鱼检测嘛是以往的经验所以因感觉遐可能就无啥物鱼咱看到这是有一年即个以色列遐抗旱就是拢无落雨所以迄个湖面的水就较少甲迄个一寡平常时看袂到的即个所在的湖底拢走出来所以因就发现一个即款的船因搁再去研究调查因发现讲这就是2000年前的渔船就是耶稣迄个时代的渔船甚至有人讲这检测就是彼得的迄只检测就是耶稣坐过迄只当然这拢无证据因为
可能迄个时阵的船可能几十只、几百只拢有可能。但是拄啊好有一只船，伫进前即个土砍起来，所以嘛无害去，发现出来。当然因发现出来的时阵，因嘛爱搁较做一寡保护，因为本来拢伫湖底，你即马一出来，在拄着空气的时阵，可能会真紧就后去，所以这是因家己保存了，放伫因的博物馆，所以你会当看到因的船大概就是安尼，所以你会当看即款的船，伊嘛无啥有可能。到伫迄款所谓水真深，也是讲影真大的所在，甚至你若是要甲网拍到伫遐尼深，咱讲28公尺遐尼深的水底的时阵，你看你的网爱偌大地，也是讲你的索爱偌长，所以因即款的船，毋是要去专门去最深的所在。去遐来掠鱼，咱嘛有讲，他拄仔迄个加利利湖，伊的即个面积是遮尔大。你讲通常最深的所在拢是上中央的所在，通常啦，所以你看彼得伊要对边迄阵拢是过船，较少篷布船，有篷布，但是较少，嘛爱拄仔好看方向，所以因若要用过，要真正过到耶稣讲的迄个。最深上中央的所在，可能嘛爱过1-2点钟，无遐容易。所以，因要照耶稣讲的话，咱有时阵听讲是真理所当然，也是讲真容易。但是其实你若是实际去了解要真正安尼做无遐容易啦，所以，彼得因有缘着照耶稣讲的安尼去做，所以这嘛是彼得伊真特别的所在。过来。是安怎？因以往无去最深的所在，爱等到耶稣讲，因才会去。咱知伫最深的所在，可能有你毋知影的危险。因为检测有大鱼，即个大鱼是大到可能会甲人食去，即款的大鱼，这毋知影。甚至伫因嘛有一种传说，讲伫水中有带着真大的即个鬼怪，也就是大鱼，也是怪鱼。所以有时阵会起来兴风作浪，咱会记得有一遍，耶稣的学生，因坐船要为一个所在到另外一个所在，耶稣较晚去，伫即个半暝的时阵，因就拄着真大的风影，伊就真着惊，因就看到耶稣安怎行路行伫水面，要挖滚因，因就真着惊嘛因想讲这是啥物款的鬼怪，耶稣讲是我，因早无遐尼惊，彼得佫真大胆，讲若是你，你互我嘛会当亲像你安尼行伫水面，所以保罗即个彼得伊是头一个行伫水面的人类，当然耶稣嘛是，不过耶稣是上帝的囝，所以因通常无爱伫即个湖上中央的所在。因为咱知即个你若水上深，迄影上大，这是物理现象。所以咱台湾到平湖中央就有一条即个黑水沟，对无？咱古早咱若是祖先对迄边过来，拢是先到伫平湖休困，再搁对平湖坐船过来台湾。所以迄阵有一句话讲，十去，10个坐船去台湾。6个死，3个留，1个转去，因为黑水沟是一个真困难会当克服的所在，特别以前的船嘛是小只船，所以对伫即个彼得来讲，检查因其实平常时就因为因知影讲遐无鱼，因的经验嘛伫遐掠无鱼，佮知影讲，你若到伫上中央，可能是上危险的所在，所以因平常时无伫遐掠鱼。等到伫耶稣伫迄个时阵，甲因讲，恁去遐掠鱼，因才真正去遐掠鱼，佮真正就伫迄个时阵，掠着真济鱼，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伊会当叫天使，甲遮鱼赶到伫迄个所在，会当，所以因就伫遐掠着真济鱼，所以伫遮嘛，互咱知影，咱的人生，
咱的生活，咱常常嘛会拄着亲像因拄着的即款的，咱会拄着咱的经验的限制，咱的财物的限制，咱的财物嘛会甲咱讲这无可能，咱的经验嘛甲咱讲这嘛无可能，这袂当，甚至咱会惊吓，因为咱毋知影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这个拢会影响咱要做决定，也是讲咱要到伫另外一个款改变的所在的时阵，可能会互咱毋敢来面对这个挑战。但是耶稣当因拄着耶稣，因阁对耶稣有即款的信心的时阵，因就会当来突破。事实上，对彼得来讲，因毋是干那克服即三项尔。事实上，咱用人的人性，咱人来看，因爱阁克服啥物？因的体力的限制，对无？因规暝掠鱼已经无休困啦。所以有时阵，咱若是真忝的时阵，咱会讲，你若真忝的时阵，你着爱阁较谨慎咱的言行，因为可能咱真忝的时阵，咱的脾气着阁较歹，也是讲咱会做错误的决策，所以这是因爱克服，阁是体力，阁有情绪，因为因可能真忝嘛，可能这个脾气嘛较无好，因可能无法度真好来回答耶稣即款的这个邀请，所以有时阵这对咱来讲嘛是共款咱若是体力无好，真忝的时阵，可能咱的脾气性地嘛会无好，这嘛是有时咱爱提醒家己，过来就是一种自尊。对伫彼得来讲，彼得因是专业掠鱼的人，耶稣伊是木匠的囝，伊是掠比老师，安尼若定。今仔日即个非专业的人要甲专业的人讲，你着安怎做？这对因的自尊嘛是一种的挑战。所以对彼得来讲，因毋是干那面对这经验财物惊吓的挑战，佫有头拄仔讲的体力、情绪佫自尊即款的挑战。这伫咱的人生拢有可能影响咱要领受上帝恩典即款的机会。对我来讲，我嘛有类似的经验。我伫30岁时阵，我去读神学院。伫读神学院之前，我是伫即个电子公司伫遐上班。伫我最后的一个工作，迄是伫竹科，已经有即个迄阵是上柜啦，还未上市，即摆已经上市啦，一间公司。迄阵的薪水会当一年到700万，还当公司科技新贵。但是上帝互我有另外一种的看见，嘛引带我，所以我伫30岁时，我就去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了，就去澎湖，他拄仔讲的，我去澎湖伫遐3年，甲阮太太，最近去澎湖，伊毕业前迄一年，阮结婚，就最近去澎湖做团队去遐牧会。澎湖伫迄个所在其实嘛是真趣味的所在，食真济海产，拢是食青鱼，嘛伫遐生一个囡仔。不过因为阮太太伊想要继续即个伫伊的即个音乐顶面有进步，伊想要读男性的即个音乐硕士班，所以后来阮就刷来到伫台南的公营教会伫遐4年，伫遐牧会，无拍算。本来想讲伫遐就一直会当继续伫遐牧会，伫遐嘛佫生第2个后生，后来无拍算，就有机会到伫双连教会，伫遐来牧会做即个关怀牧师，伫遐有10年的时间。但是本来想讲伫双连安尼嘛是团队啦嘛是算一种嘛学习真多，老实讲伫遐学习真多，包括各种的训练，嘛是有面对真济遮
咱的会友吼，因为双连有分哪分成人牧区啊、青年牧区啊，有分儿童牧区吼啊，我负责的是成人牧区的关怀啊，所以其实伫遐嘛是对即个成人的关怀吼啊，嘛是送真济即个中者离开吼啊。不过后来佫有机会到伫淡江中学伫遐来服务啊，就是咱去过迄个淡江中学吼啊，这人数佫较济吼，因为伫双连咱讲1000人的教会啊吼，啊伫遐差不多学生加起来2500个，啊包括即个高中、国中、小学啊，佫幼稚园啊，所以伫遐做主任牧师啊，引带即个校务室啊，伫遐来即个负责全学校的即个福音的事工吼，嘛是一个无共款的学习啦吼。因为本来我想讲我着甲成人甲长者斗阵吼，陪伴长者就好，结果爱去带佫较少年遮个囡仔，嘛是一种的挑战所以我会感觉讲，上帝有时阵常常拢会叫我到伫所谓最深的所在，去遐面对无共款的挑战总是伫遐拢是真力总是伫遐拢会当来甲迄个所在照着上帝所予我的恩赐来伫遐来尽力来做工。当然，伫咱的人生的过程的中间，咱嘛常常检采会拄着类似的经验无论是伫咱的即个家族工作，也是咱的家庭，也是咱所拄着的代志。有时阵咱会互上帝来呼召，也是用环境的因素，互咱必须爱脱离原来的所在。就等于进入到另外一个最深的所在。当然，咱毋是挑工家己甲上帝讲我要去迄个最深的所在，毋是，拢是上帝的命令，也是讲耶稣的呼召、耶稣的邀请，咱才会去。因为你若要家己去的，可能真正就会拄着危险。但是当上帝的话若临到伫咱会当去回应的时阵，咱检采就要进入另外一个无共款的境界。也是讲，亲像彼得因共款有真好的即个掠着真济鱼甚至耶稣甲因讲着伊要得着人亲像得着鱼共款就是互咱的性命甲别人的性命拢会当得着祝福。当然有时阵咱咧讲水深之处咱的成语讲水深火热好亲像是水深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毋是一个真好的所在。但是对伫咱的信仰来看，咱会当知，伫一个咱的经验、咱的财物，甚至咱的行遐无想要去的所在，用另外一句话就讲，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到伫一个最深的所在，检采伫遐，嘛有上帝的应允，嘛有上帝的祝福。火热呢，就是咱为着主来火热，互咱得到热情。所以对伫咱的基督教、咱的信仰来讲，水深火热毋是无好，反倒当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机会。你的心火热，咱为上帝热情，就亲像彼得伊是听主的话，对主有信心，所以伊嘛会当伫遐来得到更较侪。也愿上帝赐福予咱，伫咱人生无共款的路站，甚至伫咱教会无共款的阶段，咱拢会当因为主予咱的邀请，因为主的引带，予咱到伫一个新、更较好、更较水的境界。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听从，你赐福伫阮的心上，你也互阮会当诚侪你的囝儿，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拢有你的引带，就亲像主你早前你呼召彼得在门徒共款。
虽然因面对一个挑战，面对一个邀请，爱因到伫因无熟悉的所在，也是因惊吓的所在，总是当因顺服伫你的旨意的时阵，主你就赐福互因，也互因有新的体验，甚至你也呼召因来跟缀你，来做你的工。主，愿感谢你，也求你赐福伫阮每一位，也求你赐福伫阮罗州教会。愿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新牧师用上帝话勉励咱，感谢主，这时咱要来唱回应诗，回应诗新鲜诗158首，新鲜诗158首。我有几好朋友，几好朋友就是耶稣，请咱来念全首。请咱备办心来做奉献，请同工来执行。大家起立，来念奉献的诗。
请咱即时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今仔日的金句是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20节。第二，咱来读2摆，好，咱来。上帝为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上帝为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以弗所书第3章20节。来，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这很麻烦哈，各那个单位哈，各单位哈，来紧紧来交这个相关的资料，就是要来做咱会员的合会手册哈。有的单位已经交啊，那如果还未交的哈，请今仔日进前爱交。今仔日哦，今仔日进前爱交相关的资料，要互小会来审查，相关的资料。这是已经定几个礼拜啦。第二，等一下，咱要来做1月份的庆生会。来，第三，今日花语当礼拜了后呢，要伫12点15分来召开聘务小组的座谈会，请来踊跃出席哈，就是聘务小组要踊跃出席，要甲熊牧师来互相来交流意见沟通，有关成员相关的人员，请来踊跃来参加，有准备中昼顿。第四，后礼拜主日哈是联合礼拜联合礼拜9点开始要举行教会各团契的那个首长就任、首长的就任，圣歌队的队长是平利万执事，主日2校长是蔡秀华执事，少年团契的会长是鄂君成兄弟，青年团契会长是冠宇兄弟，同心会长是方月姊妹，少年团契是文良兄。第5，1月12日，也就是后主日1点要召开定期中集会，请中职同工来备办生来出席。第6，年度的查校，后礼拜主日哈，主日礼拜了后要伫本会来要请查校委员甲财务组的同工，要来查各单位2024年度的会计的校，以及现金的存款。敬请相关的人员会当备办校册啦，还有存款簿来受检。那各单位若相关的事宜请家己过目一下吼。来第7，洗礼报名2月初9。2月初9就是2025年要第1届来举行圣礼典，欢迎成人也是小弟来报名来洗礼受洗。那当然要受洗进前爱先上爱信仰爱做就班，所以若要报名今仔日截止报名今天报名截止。第8，若是要索取奉献证明，也就是旧年度的奉献证明，请填写申请书。并且注明身份证的身份字号，这到时将资料再亲自交予干事，安尼较安全咧。对今日开始到2月24日截止若要申请奉献证明的请来提出申请第9，新的年度的开始欢迎兄弟姊妹来申请随奉献的奉献地，请大家来遵守主的诫命，奉献，互主会当欢喜，要受祝福。第10，新眼光的册已经放伫个1楼的招台桌，若还未索取的，请去1楼的招台桌索取。拜3的祈祷会，
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来背读圣经啦，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吼，这若时间上会上，请大家踊跃来参加。12，请大家过目团契消息。同心欢喜伫后主日吼，大家礼拜了后，伫1楼要来举行例会。主理是方月姐妹，主题是新的印象、新的方向。来集体相通的部分，来请大家伫灵修的时阵，或者是不管你伫什么所在，拢会当随时想到着咱教会本就集体需要代祷，咱会当提名来祈祷。咱即时咱来做庆生会，请本月份、1月份的寿星来到台前来接受我们的祝福。来，酒博店馆有订1月份的寿星，福春伫老卡，有1月份。寿星都请到台前哦。为寿星是梨花一档，秀琴、美惠、爱玉姐、福春，有的在花语堂。好，咱大家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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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可以请熊牧师来为他们祝福祷告吗？待会请熊牧师来为他们祝福祷告一下。咱同齐来祈祷，为因来祝福。主，阮感谢你，伫即个圣的主日，伫2025年头一个主日，阮真欢喜，为着阮1月生日。会遮的兄弟，阮为因来庆生，来祝福。主，阮感谢你，你赏赐因有活命，搁较感谢你，你引带因伫阮的中间，真做阮一家人，真做阮的同工，真做阮的帮赞。主，你也坚固因的心智，特别你赐福互因，互因每一日拢有健康、欢喜、平安。主，你也照着因。伫你的面前所得到的恩典，祝你赏赐因有身躯的臃肿，也互因的工作、因的家庭拢得到顺遂。祝你也互因凡事兴盛，互因的灵魂平安，也互因伫你的面前每一日拢会当享受你所互因的平安、欢喜、快乐。愿感谢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感谢主，伫主内面真正有平安喜乐，佮有满满的祝福。感谢主，这是咱来念每遍诗，每遍诗是神圣诗388首，神圣诗388首。请咱来起立来念，伊毋是说咱请熊牧师来为咱祝祷。阳光归向北上帝，阳光向家乡是造物的，在地的在地的，将来也永远的的，不要。
愿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得到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5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看顾，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条到永世大无尽。阿门。